我现在有点丑啊，现在不要看我。也没事，我也没事。大家的妆后脚是不一样。哎呦，快拍那个姐姐吧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人家说哎呦，你先不要拍我，他说没事，妆前妆后肯定不一样。啊，小朋友说的吗？对，妆前妆后肯定不一样。啊，钱当对对对，现在我们家小朋友来，我们家小朋友现在已经认识陈明了。他不认识我，对他没见过你，但他前2天跟我说，哎呦，我看到跟阿姨表演了。他要跟他认起来，虽然都不太像我。两三，有没有好看？我感觉好一点，是不是我给自己的暗示？是，是好一点吧？嗯，好像通上去了。你要吗？什么？不要啦！我差点想说，我听不懂。我妈做的。哦差点想说你。后来，开了吗？顺延顺延。可以呀，可以，可以呀，当然可以。还有陈丽欣姐姐什么啊？拍照了。啊，好，等姐姐画完。月亮因为胸脏，哎呀妈！我妈做的，我们还出生女儿。我妈缺你啊，要不你来吧，这样我会省事很多。你如果吃不消我这个我妈的话，我这里说的就这个。不过我觉得你形容之下，我觉得你妈那个催起床的跟我妈也差不多。月亮胸为我。吃的东西太有意思，你吃了就完了。如果是陈丽萍的，你会不好意思？会，哎会，对，那吃再吃。干什么？干嘛？我说错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啊，我不知道我说错了什么。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我要吐。不是，我觉得你那个药可以多吃一些。什么药？消炎药。你没中吗？田老师，你是不是应该是那种药？他给我开的就这个。你是这个？我的效果很好啊，这一开给我开的就这个药。那茶配这个好吗？陈皮了，没有别的什么。没关系的。真的吗？不是酒就可以。真的吗？都是下药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因为燕子，三老乡，花样年华，这个花都已经。我想起了有一次方晓峰老师，我看他什么戏里面，看他有个录像也是这样子的。云台曾了多少郎？君君，明天12点之前，那个发那个视频，就是百越那个。不是说今天晚上拍吗？不能带西装。不能带西装。就是明天12点前要生活淡妆，统一生活淡妆。他那个平台一下怎么会带其他西装进去呢？老师，你画的嘴巴真的很好看。谢谢。我自己皮他好像还能行模仿着，这个嘴巴一直没模仿到位过。其实你的唇线很好看的，很好看的。你昨天不是这么说的。什么？他在说我彩虹屁。彩虹屁。好啦，我好啦。商业互吹。好冷啊，这里面。我也觉得有点冷。
我这张脸就是不笑就是严肃的，生人勿近是吧？听不懂，生人勿近。听不懂。说人话呢，老师说听给我们听的凡人听得懂。鼻子洗一下。怎么你也拉肚子吗？啊？没有，我刚才文文说的。没有，我没有拉肚子。你去试过音了吗？试过了，吼了2句，刚刚没听见吗？似有似无。等一下，文文。他脚都抬不到。万一呢？好了。等一下，文文，那个睫毛夹在哪里？给我来一张定妆照啊！好，行。让我把雨莎让我把睫毛刷完再来啊！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有外套吗？我有，等会儿穿一下。你要穿还是什么？你穿一下。好冷啊！已经，我已经达到27度了，还这么冷？你们不冷吗？不冷。我们那房间都没开空调。我穿了，我觉得。哎，痛。没事。好了。睫毛太翘了，压太翘了。看得见啊？太翘了。等会儿它自己会下来。你这个东西也没有固形的作用吧？这假睫毛太翘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理解错误了。是个偏城市。等一下。这个来看这个，啥一模一样，没有80多斤，我有90多斤。太瘦了，太瘦了，林小太瘦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哎呀妈呀，我的声音太好听了。没有，真的太瘦。今天大家欣赏一下鼻音版的舞台。这是我连一下热点，热点是我打开的这个。好，对不起吧。不知道。来吃2口不？现在有点难受，不想吃。你先吃吧。排骨汤喝饱了是吧？刚刚喝了一点。我就说是351个小时。老师是这个善巧门的本书。难道这边不拍了吗？拍呀。你画好了呀？思梦，思梦，我的好心看。思梦，怎么样？你说。好看。看了没看？好看。好看。思梦好，思梦好点。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系统不一样。大家好。版本系统版本不一样。要这样才看得见弹幕，看不见。他说：“那妆前跟妆后肯定有区别的嘛。”没关系的，他说。等回来再画给他吧，头发弄好再说啊。哇，还有4分钟呢，还得剪，40分钟。水沙还没湿。到点把水沙湿一下。到这。我觉得你这个直播，这个瘦脸开的
你不能，扒了去。我没调整，你上给我调整了，你快把它调回来。胡说八道！我上次帮你调，我什么时候帮你上次调过？你开直播，我还帮你调了，张嘴就来。你身上帮我调。800年前的事儿了。对，那我都没变过。不可能。是按照你的链调的吧？我也不知道。能吧？没有好。哦，要不我自己帮你先没关系。我把梳子先梳。啊，那你再自己先。这里没有梳子吗？可以吗？这里没有那个皮筋吗？好的，给他用光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呦！嗯。发卡。对，抓紧啊，快点。在哪里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在大化妆那上。嗯。我皮筋还有。云佳，云佳，让他再拿几根皮筋。皮筋拿几根？让我手往前一点，累死了。那我先去换口罩。嗯。还是要看。好嘞。你过来呗，好不好？我演出了，拜拜。